轉姐啊，咁點解你後來會成為一個咁成功嘅玄學家嘅？嗱，因為咧，我經常喺呢個地方裏邊工作，自然咧好多高人咧喺度出入啊。咁有時咧，我都會同啲高人咧係傾下偈，聽下佢哋玄學方面嘅知識㗎。咁好多時玄學家咧，佢哋會發揮到佢哋嘅潛能出嚟啦。例如，佢見到有一個客人，佢係平時成日話俾人聽咧，我拎住2蚊，拎住個藤篋咧，就嚟香港發展㗎啦。原來咧，呢一個人係香港嘅股票大王嚟嘅。咁我其中一個高人咧就同我講啦，佢話：嗱，你留意下佢啦，佢坐低食飯嘅時間，有人同佢打招呼，佢擰轉面嘅時間，佢個頭部係90度轉角嘅喎。但係佢個膊頭咧係完全唔喐嘅，咁證明呢個人咧係骨骼精奇，係一個大富大貴嘅格局嘅。咁另外有一個叫做製衣業嘅大亨，雖然佢年紀好大喎，我啲高人就話同佢接觸過，曾經摸過佢隻手，佢年紀咁大都好啦，佢嘅手係滑如絲、軟如棉㗎，咁所以唔使講，呢個一定係有錢人啦。咁所以聽得多，自然咧，我對玄學方面咧越嚟越有興趣咯。所以後期咧，我決定向高人請教，成為佢哋嘅徒弟，學多啲風水上邊面相同埋命理方面嘅知識啊。咁我一路學嘅時間增加經驗之際，我亦都得到好多香港人對我嘅支持同埋鼓勵。所以基本上嚟講咧，對我嚟講係可以開發新嘅里程碑㗎。